大家好，歡迎嚟到 Sing&U 音樂學院嘅常見問題解答環節。你可能會問，能唔能夠提供一啲以往學生喺比賽中取得成功嘅例子？Sing&U 音樂學院嘅好多學生喺各大聲樂比賽中取得咗驕人嘅成績，例如2014年8名優秀學生共斬獲80個歌唱獎項，其中包括50個冠軍。Celine Tam、Charlotte 同埋 Samantha 等傑出學生喺各大聲樂比賽中繳獲殊榮，其他嘅成就仲包括喺保良局歌唱比賽、青年歌唱比賽同中國青少年音樂比賽等本地及地區比賽中奪得冠亞軍。學院嘅培訓同支持使學生不斷取得優異成績，並因其才華而獲得認可。呢個充分體現咗學院提供嘅指導同表演機會嘅有效性。Hi everyo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 hope you like it.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If you want to learn to sing better or sing like Celine, go to Sing&U, SINGANDYOU.com and check it out. Bye bye. 叶家长也跟我说，就是在外面学了5年，好像是在我的课堂里面学3个月的时间。